去看那些作品。可是还没接触到、还没喜欢上艺术的人呢，他们并不会特别去做这个动作，他们需要一个契机。所以呢，出生于艺术家庭，年轻新锐艺术家叶千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后，又去了一趟英国格拉斯哥就读艺术实践研究所，学习陶艺雕塑、版画以及陶艺彩绘等。这次在台南的展览内容，特别以家乡田中最常见的麻雀作为创作主角。创作里面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找寻自己的角色，那角色可能是你自己未来的你自己，也有可能是就是你想要成为特定的人或事物。那在这之中，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有趣的。然后在这个展览中，我以麻雀成为就是我的思想的延伸，我是想要让它成为一个代表我们田中乡村的一个角色，然后这样观众在看的时候呢，能够有同样感受到我对乡村的依恋，包括有爱、自由，然后还有人的维度。叶千华的创作风格具有童趣幻想，天真可爱的麻雀非常的疗愈。罗伦的生活小确幸目前正在小西门 B1 连通走廊展出，欢迎喜爱陶艺雕塑的朋友前往看展。记者张硕维，台南报道。